後來繼續來看高雄的動保處有一台公務車，昨深夜11點外發生着車禍，先來下弄着電火條啊，過去衝弄人家厝。啊，調離車頂的54歲駕駛，一度是意識無清楚，最後大家是合力甲救出來。講這個酒測值是高達7.17。啊，這位是動保處外包的廠商，這聲害路，唔但頭路無去，閣卡着公共危險罪。速度不離緊的客車是愈駛愈偏，後一秒就壓着電火條啊，閃火光，掃落來衝毀面體，弄甲真大力。靠也掉的無？無啊！過來。弄甲規隻車袂輸廢鐵，駕駛掉佇咧車內底袂頂袂當，警消甲民眾做回來救援。來，我扶來。面對救護員咧問，駕駛的精神無清楚，慢慢才會當回應，最後是真無簡單，才甲人救出來。現場是亂糟糟，頭前方弄到的電火條啊有分裂，敢若講互弄歪去，弄個這大力，下車擋風玻璃碎去，零件嘛三甘滿死過。面體無過受影響，水管破去，一直咧出水泉，流袂停。壁頂懸的電表啊嘛毀損，特別落來。有沒有辦法出門？鐵門不能開嗎？深夜弄個這大聲，甲袂少咧困的民眾驚到，掃落來，閣聽到人話救人，感覺唔對，緊出來鬥相共。他就從後面咻啊，咦了一聲，然後就過來了。而且迄個有出來一直要救人，要救人的聲呢。要救一隻嘛，啊，他們要趕去，外勞叫過來幫忙，把他出來。啊，無我驚伊有事。這隻高雄動保處的公務車，昨暗時11點外要去路直救援，想袂到經過演奏大林路的時發生車禍，經過調查是食燒酒塞車，酒測有1.17。兩人意識清醒，車子超過法定標準，也要求廠商解僱相關涉案人員，向廠商求償相關損失。外包廠商食燒酒塞公務車，閣載人出任務，即馬出車禍險把無命，因為家己的行為害着單位的形象，會互死頭路，後續閣會用公共危險罪嫌上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的 YouTube 頻道。